跟着学就等着啦，是俺这边了。对吧？那等着啦，结果有了。 어제 샤워하래도 야배 나다. 야배다. 휴다. 이제 저랑 써주시오. 좋지. 계란 대부인데. 나 대비 난다. 계란인데도. 왜 난다민도? 왜 계란 빨라 구속인데도. 콩난다민도. 좋지. 써시다. 좋지. 刚才我们在学习课文和情景练习当中遇到了很多生词，那么下面我们对这些词汇进行重点学习。 松波，第三。松波，第三。准部的配把，做客。准部的配把，做客。迪尼，这个呢？迪尼，这个呢？สินค้า加。สินค้า加。牙配，请进。牙配，请进。 随着去喝茶，随着去喝茶。撒吃，撒吃。擦下干部，干牛肉。擦下干部，干牛肉。虽重牛肉，虽重牛肉。忍腻自己，忍腻自己。阿热。 白酒，阿热，白酒，喜热，白酒，喜热，白酒，缺枪，青稞酒，缺枪，青稞酒，滚，要，需要，滚，要，需要，突进呢，客气，突进呢。 客气，忙咱多一点儿，忙咱多一点儿。香这咖喱饭，香这咖喱饭。吃阔，加送，肚子饱了。吃阔，加送，肚子饱了。年囊，我家。年囊，我家。 点睛，单增，点睛，单增。我子，哎呀，我子，哎呀。小王，小王，小王，小王。吃苏木水，打酥油茶。吃苏木水，打酥油茶。痛，喝。 痛，喝。也不好，也不好。戳不朋友，戳不朋友。戳啊西长，戳啊西长。脏吧，脏吧，脏吧，脏吧。 缺枪，青稞酒。缺枪，青稞酒。丑娃，味道。丑娃，味道。扛着赌，如何？扛着赌，如何？今天我们学习了到别人家去做客时常用的语句、词汇，我们还进行了情景练习。那么您是否对以后到藏族家庭去做客更有信心了呢？ 好了，今天我们的课就上到这儿。请慢减用。再见。